Hi，我係阿仔。歐霸杯四強次回合，曼聯主場反勝畢爾包4-1，晉身喺畢爾包舉行嘅歐霸決賽。開賽前，曼聯再次展示大型嘅 Tifo，今次嘅主題係 Take Me Home United Road， 寓意住曼聯帶歐霸杯翻屋企。今場波阿摩廉嘅戰術喺球場度亦都有啲牽使，話俾球迷聽。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場波同以往奧脫福有咩分別呢？換個角度睇下，有冇留意到？答案就係以往曼聯喺球場嘅邊線度，大概每10碼度就會有一個位俾佢放個波喺度，方便球員喺個波出界之後可以馬上掉界外球或者去開角球。但係今場波全部收起晒之餘，執波仔亦都比平時少一半。等個波出咗界之後，球員冇咁快可以攞到個波翻球場度開，亦都展示咗阿摩廉喺呢場波度想拖延時間，盡量攬住首回合3球嘅優勢。結果開賽初段一路都俾畢爾包撳住嚟打，甚至乎連前場都過唔到，只有喺第31分鐘，麥圭喺後場度交波俾對手射門，若羅擋咗出嚟之後，查列基沙喺禁區外度射一球世界波，嗱飛到盡都撲唔到，畢爾包領先0-1，亦都燃起咗畢爾包反擊嘅希望。完半場前，加拿祖接應多古嘅直線，單對單面對龍門，可惜佢嘅射門斜出，未能夠為曼聯攀平。半場畢爾包領先0-1，下半場畢爾包繼續狂攻，卡斯米路亦都喺59分鐘攞到黃牌。不過呢個時候，阿摩廉作出咗改變呢場波結局嘅調動，換入咗阿密同埋美神蒙特，換出加拿祖同烏加特。大家都好好奇，點解唔喺呢個時候收起有黃牌嘅卡斯米路，而選擇收起烏加特呢？去到72分鐘，若羅一路帶波入到禁區，傳咗俾美神蒙特，佢幫曼聯追平1-1，而呢個亦都係佢加盟曼聯以嚟第一個喺奧脫福嘅入球，好耐都未見過曼聯嘅7號喺奧脫福大發光芒。之前都講過，一路都唔明點解唔換走卡斯米路，結果喺第80分鐘，班奴有一個右路嘅罰球斬入禁區，卡斯米路頭槌頂入，幫曼聯領先到2-1，亦都將呢場比賽正式殺死。畢爾包知道已經冇晒希望之後，後防亦都散晒，阿密喺右路帶個波去到底線傳中，海倫只係需要輕輕一掂，個波就射入咗，曼聯領先到3-1。阿密入咗嚟之後，令到曼聯嘅進攻多咗一個唔同嘅變化。去到補時1分鐘，美神蒙特截到對方門將解圍出嚟嘅波，直接喺中場前少少一個粒射，將比數擴大到4-1。呢個射波嘅身影真係同碧咸有幾分相似。就係咁，曼聯喺主場2回合合計7-1大勝畢爾包，繼21年之後再度打入歐霸決賽。曼聯上半場雖然先失波，但係其實後防都尚算集中，輸個球亦都係一球世界波。不過喺歐聯4強，國米亦都示範咗，當你領先住2球死守嘅話，對方不停咁進攻，都係有輸翻轉頭嘅風險。所以阿摩廉下半場神級嘅調動，主要係希望美神蒙特同阿密注入一啲唔同嘅元素，幫球隊搶翻多啲控球權。亦都不得不佩服佢冇收起卡斯米路，令到佢攻入反超嘅一球。不過對手讓晒車馬炮、首席射手、當家球星同埋最厲害嘅邊線球員都相繼因傷冇踢，贏畢爾包實屬好運。曼聯喺歐霸之路其實都唔係好平坦，頭3場波分別只能夠逼和川迪、波圖同埋費倫巴治，一度排名喺第21嘅佢哋，頭3場只係攞得3分，邊有人估到佢哋之後連贏5場，喺分組賽度攞到18分，排喺第3位，直接晉身16強。一路受住傷兵困擾嘅佢哋，先以2回合5-2淘汰皇蘇，再喺8強以一場史詩式嘅經典戰役喺加時度反勝里昂，總比數7-6晉級。4強面對住頂頭大熱嘅西甲代表畢爾包，居然2回合總比數7-1淘汰對手進入決賽，而決賽嘅對手將會係英格蘭球隊熱刺，佢哋2回合合計5-1淘汰波杜基林特。雙方會喺5月21號夜晚喺畢爾包進行呢一場歐霸決賽，將會決定邊支球隊係今季屬於一個完整失敗嘅球隊。舒克斯一路都係報稱今個賽季已經收斂，但係啱啱阿方素戴維斯直播嘅時候打俾舒克斯問下佢嘅傷勢究竟係點嘅時候，佢就回覆佢話佢喺度努力緊，睇下趕唔趕得切喺歐霸決賽度復出。雖然舒克斯復出對曼聯嘅鋒線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但係都係唔好為咗一場波而犧牲嚟緊嘅一個賽季。希望你真係快啲好翻，攞翻最佳嘅狀態。而阿摩廉喺對畢爾包嘅賽前記者會亦都提及到，迪列特仲未收斂，
有可能趕及到喺決賽復出。除咗迪列特之外，達洛治亦都係進入咗每日俾人關注傷情嘅一個球員，睇下會唔會喺季尾度，包括年輕小將哥利亞同天堂哥都一齊可以復出，令到曼聯真真正正以一個完整嘅陣容去迎戰呢一場歐霸決賽。另一邊廂，歐協聯4強貝迪斯憑住安東尼嘅一個美妙絕倫嘅罰球，再加一個助攻，成功淘汰費倫天拿進入決賽。個罰球靚到迪基亞飛到盡都撲唔到個波，而佢哋決賽嘅對手將會係有25仔新組嘅車路士。曼聯嘅舊將達美安同埋麥希達恩就踢歐聯決賽，借將安東尼同新組就爭歐協聯，而自己就踢歐霸決賽。所以你話曼聯永遠都係足球界上嘅流量密碼。英超第36輪，曼聯主場迎戰韋斯咸，雙方近5次交手，韋斯咸3勝2負，稍稍佔優。曼聯賽前亦都公布咗喺呢一場波，佢哋會着起呢一件心口 logo 轉咗做 red 嘅波衫去踢，主要係幫慈善機構籌款。而喺對畢爾包歐霸之前，奧脱福已經貼咗佢哋着呢套波衫嘅廣告嚟宣傳。韋斯咸領隊博達喺賽前記者會都開玩笑咁講：我都唔知曼聯呢一場波會點踢，究竟會出啲咩人，因為大家都知道曼聯而家應該全力備戰歐霸決賽，但阿摩廉之前嘅記者會都講到，曼聯班正選球員除咗有適當休息之外，都會有部分時間上陣去保持住個競技狀態。韋斯咸近況可以話差到不得之了，近8場英超冇贏過波，包括對榜尾嘅修咸頓。雖然係咁，但係佢哋嘅隊長保雲都 keep 住良好嘅狀態，繼續用入球去保住自己嘅名聲。今集就嚟到呢度，大家對曼聯入咗歐霸決賽有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邊留言，我哋下集見，拜。